根据过去的研究，咱台湾得到灵感的比率，40岁到70岁女性是达到85%遐尼悬。国民健康署对今年开始就扩大灵感体检的补助，40岁到74岁女性每2档会当免费验灵感1摆。内面伫形状挂粉红色的带仔，算是今年灵感防治月正式起股。灵感是国内女性发生率排第1、死亡率排第2的癌症。国民健康署指出，伫初期，也就是若伫0至1期发现，存活率有到100%，千万唔通认为无望就定定的，都不爱去检查。它可以检查出来一些钙化跟微小的肿瘤，那这些肿瘤是你可能没有症状，或者是摸不到的。毋过做灵部电工的摄影是真疼，互袂少女性感觉真惊。也有人就是讲超音波的检查就会当取代。毋过放射科的医师讲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透过甲灵部饲互边边做电工的摄影，若有生歹物会当量早找出来。要透过压迫，增加它的解释度，还有它的它的对比度，从而我们在那个密麻麻的乳腺里面找出早期可疑的一个表征。敢有其他较袂疼的方法？其实会当经时间检查。最佳的检查时机是经期开始5到7天后，才去做检查。这个时候我们的乳房比较不会肿胀，会比较舒服。可能第一次做会不了解，那难免会紧张，就会可能会觉得痛。每2年去做一次，做习惯了、规律了之后，其实不会这么怕痛。根据英国的研究，国内灵感发生的比率，40岁至70岁女性有到85%。国健署今年扩大检查的补助，原底敢若补助45岁至70岁，还佫有40岁至44岁有家族病史的女性，即马扩大到40岁至74岁。研究嘛显示，透过早期检查发现的个案，有要6成是0至1期早期的灵癌，嘛会当减少30%尾期灵癌发生的比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